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amantha， 有傑子瑩道長，我哋繼續啦。咁到底2026年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呢？我以下就俾3個比喻大家一聽就會明白嘅。第一個比喻就係火焰噴槍。呢一年裏邊就好似老天爺攞住一個火焰噴槍，對住你人生裏邊精密嘅零件直接開噴，真金。比如話你擁有紮實嘅能力，一直以嚟你事業都係清清白白嘅，有健康嘅生活習慣，咁呢一啲全面都會被留低，甚至會被精煉得更為純正。所謂真金不怕紅爐火。塑膠，比如話你一直以嚟係靠關係運翻嚟嘅職位，有偷稅漏稅嘅收入，用透支身體換嚟嘅業績，呢啲全部都會被燒融化，連灰都唔剩嘅。第二個比喻呢，就係系統升級，好比於你就係一台用咗10年嘅電腦，你嘅系統已經行得好慢啦，有好多垃圾文件喺後邊，有時仲會單機嘅。不過呢，勉強可以用住先嘅。咁嚟到2026年呢，就會強制升級，呢個窗口會彈出嚟，你唔升級呢，斷網，甚至開唔到機。所有唔兼容嘅軟件、藏住病毒嘅文件、佔住內存嘅緩存，都會被自動掃描、清理、刪除。第3個比喻呢，壓力測試。假設你係一座大橋，被設計出嚟呢，可以承載50噸嘅，但係你長年累月地俾80噸嘅車喺你上邊行，咁你嘅橋墩呢，就已經有裂縫啦。你假裝睇唔到，唔知道。嚟到2026年嘅呢一個8級颱風一吹埋嚟，你嘅裂縫瞬間就會被斷開，你嘅橋就會崩塌啦。接住落嚟，大家又可以繼續對號入座。如果你係屬於以下嘅3類人嘅話，唔該，務必打起12分精神。我哋下集繼續。